傳道者去問一個問題，咁你點樣定義乜嘢叫做好唔好啊？你從乜嘢嘅諗法角度去定義嗰件事好定唔好呢？7章1節咧，佢咁樣講，佢話名譽強如美好嘅膏油。首先佢將名譽同膏油畫咗個等號先。名譽同膏油嘅好係乜嘢呢？中東人咧，佢哋嘅生活環境就比較大汗啦，即係少有沖涼嘅機會啦，所以接待即係朋友遠道而來咧，佢哋首先會喺門外放咗盆水俾佢洗腳，清潔一下。入到屋內咧，就會俾啲香膏佢搽，即係減咗佢嗰陣即係味道啦。膏油嘅意思係瞬間讓你即係感到舒適嘅，名譽都係一樣。畫咗等號，下一句繼續講，佢話但係人死嘅日子又勝過人生嘅日子。兩句加埋就係你喺人間裏邊攞到一個好嘅名譽，可能你得到一個獎項，得到一個成就，人生嘅日子係好嘅。你有呢個名譽係好嘅，但係更好嘅就係當你離世嘅時候，人哋歌頌你嘅一生。有好多人去到你嘅安息禮，覺得惋惜流淚。佢話呢個名譽比你喺地上嘅成就更好。傳道者係講緊影響你一生嘅事，嗰件事可能喺嗰一刻係痛苦嘅，但係若果呢件事能夠改變你對人生嘅睇法，嗰件事可能更好。所以佢講，佢話同朋友吃喝玩樂暢飲係好嘅，但係仍然比唔上嗰次令你流淚痛哭，認清楚生命係乜回事，嗰樣先係最好。傳道者同我哋講，暫時嘅好唔一定係好嘅，反而令你痛過影響你嗰啲事情，嗰啲可能係更好。